大家好，我係陳美圖，我喺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系博士畢業，係2024年亞洲小姐冠軍。依家係一個作家，出咗11本書。其實咧，我慢慢喺讀歷史嘅過程之中咧，發現咧大家對古代嘅婦女咧，其實都幾多誤解嘅。咁我就發現，既然有咁多嘅誤解，咁我就希望咧做一啲深入嘅研究，再去話俾大家聽，哦，原來古代嘅婦女係點嘅。希望更新大家對古代婦女嘅一啲諗法啦，話俾大家聽，到底個情況係點樣嘅。我覺得作為女性，其實我哋唔一定特登要去諗平唔平權，反而係諗我哋點樣去加強我哋自己嘅權利。例如我自己咧，除咗自己選美之外咧，我就有做一啲國際選美嘅香港地區總監啦。咁就係揀一啲香港女仔會參加國際選美，推動女性自信嘅發展。我會唔會覺得呢個係女性平權呢？唔會㗎，因為其實香港好少男士選美㗎嘛，我哋嘅權利可能係比男士會更加大㗎。一開始遇到低潮嘅時候，梗係好唔開心啦。但係後來我發現每一件事咧，只要你試多幾次，都可以揾到其中嘅學問嘅。事到精微即學問，每一件事就好似我初初選美輸咗嘅時候，當然好唔開心啦。因為好多人都以為只會得一次機會啊嘛。但我就會諗，點解唔可以試第二次、第三次呢？每一次都比上一次嘅自己進步，總有一日係會攞到自己滿意嘅成績嘅。